唉，算啦。Mark 7都一樣，但係 Mark 42唔同啦。仲有雷射劍嘅功能，已經刪去咗嗰招宇宙大轟炸攻擊。好，我哋唔要咗呢一度啦，唔要。Hero Age 嗰陣佢未研發過嗰個飛彈攻擊，但仍然保留咗雷射劍嘅功能。好耐都未啊，Yo，又係我好耐100幾年都未拍片，我今日拍一次啊！Hellbuster 都係一樣嘅 Iron Man Hulkbuster， 佢有唔同嘅一點咧，佢係可以飛，但係佢係低飛，同其他 Iron Man 成績一樣，都係識得射飛彈嘅嗰啲噼里卡啦嘅嘢。fuck， 搞錯咗。嗱 ，Iron Patriot 同 War Machine 嘅性能都係一樣嘅，所以我懶得介紹啦。隔離嗰位係英國隊長，唔介意嘅，我再介紹埋呢個救援者。救援者嘅性能嘛，同其他 Iron Man 都係識得飛。如果中意嘅可以喺呢度 like 或者 dislike 或者訂閱我個 channel 同埋留言。好，拜拜。